台南市永康国小女子篮球队今年3月踢下全国5年级组的冠军，甚至全国联赛嘛拼出第3名，已经是台南市国小球队连年来上好成绩。市长当时也欢喜阵容祝贺，不过议员吴玉环接受家长的真情，伫总决选爆料，今年比赛过后，2位教练拢被改评，真正无度理解。这其是体育教育受到外力干涉，要求市长主持公道。教练，我们续不续聘是有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评鉴机制？我跟一周报告最主要就是，还是我们只是凭着一个不记名的意见就可以决定不续聘的？最主要就是说，这些学生毕业以后跟家长跟学校这边有不同的这个理念啦那因为这2个教练都是学校聘的啦那。我们只能从旁去辅导。那至于说学校跟家长的关系、跟教练的关系这个我们还要再进一步。所以我们的体育资源已经被外力给干涉了吗？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公正、公平，而且最重要是要公开。就是说会出现这样的理由，我们当然是力挺球队。那球队是教练带出来的，如果教练没有犯什么错的话，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。议员强调，永康国小女子篮球队并不是体育专班，而是学生组队利用课后的时间练习，并转达家长认为教练团甲校晚会小停拢是获奖的关键。反倒教练的改评，对着球员的心理甲训练拢有真大程度的打击。台南新闻，军职张硕维采访报道。